嘉义大拿上哪里的居民，5月中的时有向立委陈情，讲附近拓无场的洗冷水影响里内灌溉的水池啊，造成优氧化即嘛愈来愈食力。昨在立委也有找县政府甲电工所做伙去现场会勘，即嘛是要求地方要赶紧想出办法改善。可以，我们都没有在排放了。都不要再排，也不要农地，也不要侧沟，你们就是收集再运出去，运出去处理后再排。嘉义县大拿镇上林里的民众，在时参立法委员陈家华甲县政府电工所以及洗卵场业者共同会勘顶个月去互洗卵水污染的顶环林皮塘，讨论要安怎改善。立委要求厂商要符合当初讲的零排放标准。依农民的陈情，就是皮塘要清干净。第二，这里的废污水一定要专管排到大埔美的排水系统。他们的目的事业计划书里面是要零排放。我们有听到当地社区居民的意见如果还有查相关违法的事件，我们绝对会依法来处置。社区发展协会的民众出牙进前皮塘的相片，讲皮塘本身就有优氧化的问题，受到污染了后情况愈来愈严重。不过上大的问题是电工所无作为。他们是第一线，跟我们是在地是最近的。但是每一次的沟通，最后的答案就是没有钱。使用单位认真讲是云林水利工作站在使用我们是不是会后的话，就是跟相关单位来争取一些经费来。在会勘的过程，大拿镇长嘛到现场来了解，刷去互不满的民众泼水沟水。警方后来嘛甲民众带转去派出所处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